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月顶印象，一条港亲像月眉，引来过去的欢迎。八角楼依然徛在在，庙壁依然咧搬戏，野久听会到南管咧踢，野久看会到咸水咧制糖，一喙意面叫青古早味，引来脆腮的喙舌，金雕的琴声，化水的震动，撒开铁机，开始衰微，一个瘟疫点到芳仔炮。引来100多年的香火，昨日的芳仔叮叮塔塔，毋是芳仔乱飞，风俗一直生炭。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92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丁春老师所带来《月顶印象》。顺利去，咱邀请萧丁春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阮歌册下话，一冬拢有2摆会找一寡较有古早味的所在去遐练习，一届就是去咸水港。阮要去以前，拢会先安排一寡迄甲古迹有关系，就当然一定去咸水港，一定要看迄月顶嘛吼。所以去看八角楼，去食意面，这拢是咸水港的特色嘛。阮牵手过来家己的时，电视咧报元宵、咸水、芳仔炮，要来无？好。就去看一摆，知影一下就好啊。迄穿甲像真正，像咧战争啊咧。月顶是古早名，像一个月眉迄条溪啊。顶是渡口，对渡船的所在，月眉。所以我对这个月顶开始切入，开始写入来。印象，因为我毋敢讲我了解月顶，我是看到的印象，所以我来讲月顶印象。一条港亲像月眉，咱讲月眉就弯弯嘛吼。引来过去的欢迎。咸水港较早是算大都市的，这牵涉到历史的资料啦吼。八角楼依然徛在在，庙壁。依然咧搬戏，当然庙壁袂搬戏，但是我是用一个文学的角度，庙壁是毋是拢戏出，拢刻起来戏出的，所以讲庙壁咧搬戏。还佫听会到南管咧踢，唱南管的人、学南管的人，因拢讲做踢南管，踢。咱江市区人讲切，毋过南管拢超专腔的，无强腔的。较早咸水港有咧踢南管，所以讲还佫听会到南管咧踢，还佫看会到咸水咧制糖。一喙意面叫起古早味，引来脆腮的喙舌。过来这2句牵涉到历史，金雕的琴声，化水的震动。这讲较歹势，惊黄条琴先生的后代的抗议。
咱知影铁骑路本来是要对咸水港过，结果听讲黄家讲会破坏风水，迄阵款足大，势足大的，杀对新娘来，杀去新娘好康着。这瘟疫点到芳仔炮，咱知迄个芳仔炮是对着人这来的嘛。引来百外年的香火，讲愈放愈旺啊！吼，早日个芳仔叮叮塔塔，芳仔爆过，迄呼啊，伊叮叮塔塔，毋是芳仔乱飞。我这个买来芳仔是变做嗡嗡嗡，迄个芳仔风速一直生炭，怎样一直生炭落？这首诗我用到两字较特别的，一般人看较无的吼。其实即马真正拢已经看有啊，这喙真会当接受啊啦。咱讲迄个嘴，嘴巴的嘴，咱华语讲嘴，台语是讲嘴，毋是喙。嘴甲喙无共，喙较尖，一鸟啊，喙，华语叫做喙，鸟喙。一支喙三尖六角，角角相人。查甫人割一支喙，这喙老实讲无偌好。所以讲来喙婿捌听过无？真枵婿，真喙婿，真爱食，婿食吼。所以我讲鸟喙，我就毋免讲安怎写啦吼。杀开铁机，杀推杀。倒边是潮州边，这边是约束的束。咱讲甲这条刀啊杀到边仔咧，用出力甲一个物啊刷去你要爱的所在。咱讲吹杀嘛是安尼，我要吹杀台语，就是讲要甲这个台语杀到台湾人的耳孔心肝内。萧凌春老师这首诗描写着咸水的过往甲现状。顺利去，咱继续邀请清大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对这首诗的心情甲感受。萧老师伊这首这个叫做《月丁印象》哈，这咱大家拢理解着像台南这个所在哈，咸水。古早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尾也变做一个无发展去。这个无发展上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讲杀开这个铁机，无对着现代化的时势。这个发展的这个观念，伫因迄当时的时阵无足普遍化，所以因为卡着这种的情形，所以因原来这个繁荣慢慢真。消失去安尼，即摆消失去了后的时阵，伊个利用咱即摆定定伫咧讲的即个咸水的芳仔炮佫进一步来讲，即个瘟疫点到即个芳仔炮引来百外年的香火，就是讲繁荣无去，但是新的一个生命要安怎来甲建立，伊即摆讲。利用这个芳仔炮，所以我是感觉讲，这首诗伊是咧讲迄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按迄个繁华慢慢变做衰微，这衰微了后的时阵，到底继续要安怎佫行落去？就利用因这种的方式，就是正月15日放这个芳仔炮，不管你有赞成还是无赞成，这变做全台湾拢有一个印象。正月15就是要来看咸水这个所在的芳仔炮，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印象内底有一种对过去真稀微的这种的感受，讲足侪物件拢无去但是我一个头佫想。嘛是有佫继续佫生团的理由伫迄个所在，
所以无完全用迄种的消息的物件，完全拢无另外一种的盲安尼就对。昨日的蜂仔叮叮塔塔，毋是蜂仔乱飞，风俗一直生炭。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丁春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回再搁继续空中再会。